樊長玉說：你們按我說的做，我便不傷他。木石等人看向徐元清，等他示意。徐元清咬牙切齒，擠出一句：按他說的做，卻又用只有兩人才能聽到的嗓音威脅他：老子記住你了。他第一眼怎麼會覺得這女人老實？樊長玉心說：這人怎麼只記他的仇，不把這仇往縣令頭上選？明明他現在也算是替縣令做事。樊長玉想了想，手中剔骨刀卻往他皮下壓了幾分，對住屋外的守衛道：快放了我們縣令大人！木石朝住管家看去，那眼神像是恨不能直接撕了他。管家渾身抖得啊，就差兩眼一翻暈過去了。片刻後，被關押多日的縣令終於走出了房間，一到院子裏朝見這情形，也差點沒當場決過去。他寧願繼續在房裏被關1年，也不要一出來就面對這樣的場面。徐元清嘴角噙住薄笑抿：我的人已放了縣令，你現在可以放了我了。似乎怕樊長玉擔心他報復，他這會兒倒是成了個溫文爾雅的貴公子。你放心，我便是要找你，也會等你徹底逃出去後再找你，不會現在動手。恰在此時，一軍士從大門外急跑進來，報民聚集於縣城城門外，縣衙的囚犯全被放了出去，搶了徵集的軍糧，運送去縣城門口，說要全數退給鬧事的報民。徐元清氣得臉都扭曲了，笑問樊長玉：你們這制定計劃的人考慮到是周全？樊長玉沒理會他，縣衙那邊的事，八成是嚴正的守不了。眼下自己手上這個人是個燙手山芋，真要了他的命，那自己可就是殺了個大官，這輩子怕是只能帶住長寧去山賊窩了。但若是放了這人，自己以後肯定沒好日子過。他看向縣令：縣令大人，清平縣鄉下的百姓因徵軍糧反了，你總得給百姓們一個交代，才能平息眾怒。說住，眼神就往被他挾持住的那人身上瞟。縣令聽說報民逼到了縣城門口，當場臉都白了。報民一旦進城，那非得殺幾個貪官不可。他這個清平縣縣令，必定是頭一個祭旗的。他死了，轉頭上邊要個交代，還會把屎盤子扣在他頭上。畢竟他政績確實平平，死人又是最好背鍋的。縣令看到樊長玉那個暗示的眼神，他雖說對上邊的人膽小如鼠，但能在官場上混，那也是個人精。瞬間就明白了樊長玉的意思，思考一番可行性後，瞬間心花怒放。是啊，他不敢拿這群人怎麼樣，報民那邊又需要一個交代，何不順理成章地把這伙人推出去，讓他們給報民交代。縣令舔住個懷胎8月一樣的肚子，臉上的肥肉戰了戰，沒看看徐元清。徵糧是諸位將軍帶來的軍令，事到如今，那就勞煩諸位將軍去城門口向百姓們給個說法吧。報民們怎麼處置這些人，是報民們的事。徐元清只冷笑一聲：好啊，那就去城門處給個說法。木石接觸他的眼神，心中了然，面上的怒意也跟住收了收。他們在城門外的半板坡上埋伏了1000人馬，屆時只要一鳴的箭，山上的人馬殺下來，屠了整個清平縣都不在話下。清平縣郊外，一隊打住冀州旗號的兵馬浩浩蕩蕩從官道上蜿蜒走來，為首的老將正是何敬元，他住一身重甲，身上那份儒雅便被壓了下去，面上更多的是威嚴。
只是到底上了年紀，鬚髮花白，這些天又沒怎麼合眼，人朝住精神頭不甚好。鄭文上駕馬落後他半步道。也許是那書生誇大其詞罷了。小小一清平縣令，豈敢借住精良魚肉百姓？我帶兵過來替你看一趟就是了，你何至於親自跑這一趟？何敬元搖頭，目光蒼老而威嚴。清平縣有鹽戶，在精良的檔口出了這事，其中緣由只怕不簡單。他話音方落，前方便有一斥候快馬揚鞭而來。報，前方10里板坡處發現一支潛伏於山林間的崇州軍。聽得斥候報信，要是鄭文上，後背也激出一身冷汗來。第48章，清平縣城郊的板坡密林裏，索明斥候踩過殘雪未消的枯草，奔向隱匿在叢林間的軍隊。將軍，有一隊朝廷官兵往清平縣方向來了。留守此處待命的崇州小將聞聲大喜。打的可是魏志奇？斥候答：未見魏志奇，打的是紀州旗。小將面上的神情一時有些捉摸不定，又問：領兵者是何人？一老將和一年輕將領。小將的姑，難不成是魏孫和賀敬元一起來了？底下的人問他：將軍，那閘門還伏擊那些圍在清平縣外的反民嗎？小將搖頭。紀州府兵都來了，讓閘門的人帶領反民繼續鬧事就是，最好是殺進縣城去，這樣一來，不管紀州那邊來的是何人，這支軍隊都只能跟反民交手了。造反的縣民一旦入城，城內百姓的傷亡越慘，能安到魏黨頭上的罪名就越多。他們世子原本的計劃就是扣下清平縣精上的軍糧，以魏孫的脾性，必然暴跳如雷，親自帶軍隊過來徵糧。遇上憤怒正達頂點的造反縣民，兩個炮仗一對上，不愁打不起來。朝廷強行徵糧逼反一個縣，軍隊逃了手無寸鐵的縣民，這一消息傳出去，必然會軒然大波。